上集係排奇門遁甲嘅問事盤，今集係排奇門遁甲嘅終身盤。排法都係一樣，但係終身盤就可以睇埋流年，同埋今集亦都會講埋奇門遁甲嘅四害同埋化解方法。我喺網上揾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出生紙，第一步係用八字嘅日柱去揾出三元。己未日係屬於下元。第二步係用出生嘅日期去揾出節氣同埋三元號碼。特朗普嘅出生日期係6月14號，係屬於芒種節氣。下元嘅號碼呢就係9號啦，所以特朗普嘅奇門終身盤就係陽九局啦。第三步，圍住九宮格嘅9個號碼，1、8、3、4、9、2、7、6就係後天嘅八卦號碼。因為河圖洛書嘅傳說，所以我就將呢8個號碼稱為洛書號碼啦。陽九局嘅意思就係喺九宮格內嘅9號宮位寫低個戊字。陽順陰逆，本局係陽局，因此就將6、2、3期由戊字開始，順住洛書號碼飛一圈啦。藍色嗰行係逆洛書號碼飛嘅參考，而家我就按白色嗰行順洛書號碼飛啦。第一次飛完嘅6、2、3期就稱呼為地盤幹啦。第四步係飛天盤幹，咁就要去旬手表度用八字嘅時柱去揾出旬手嘅6、2啦。特朗普八字嘅時柱係己字，因此佢嘅旬手6、2就係個戊字啦，即係奇門遁甲嘅領導甲。而家就遁咗喺個戊字度啦，跟住就去地盤幹去揾出特朗普八字時幹嗰個字，即係個己字啦。咁就將旬手6、2嗰個戊字放喺地盤幹個己字上面，即係旬手放在時幹上啦。跟住就喺地盤幹個戊字嗰度，將戊字旁邊嗰7個字順時鐘插落嚟，然後將呢7個字去天盤幹嗰個戊字嗰度順時鐘排落去。本集係未完嘅，請繼續收看下一集。多謝你嘅收看，拜拜。